前嘅5月咧，写到风嘅油桐树，做青都爱油气采足嘅能量，将会开发。去年嘅一天，有一阵大雨，又加雷公狂天，树迷风嘅七彩竹被打下落，唔见佢咧。啊，莫怪哦，就像亚洲岛上嘅油桐树冇开花哦。今年亚岛上嘅油桐树会开花么？就全2024亚岛了。我想七彩竹我系本太医打到15度空气冇啊！啊，叫人家實真好咯，我又唔會潮水。诶，唔会么？啊，鸟宝海。火娘一條多來。誒，夜路係5兩嘅小阿妹哦，根本上係什麼嘅呢？手機啊！哎呦，阿妹愛下，讓我按前些的多啊，手咩落土哩，土咩好，鐵咩好，假咁細嘅度，見幾年光啱嘅接近，沒想我說現在還是在呢。哎呦，沒啦，我呀對，唔係會信啦，唔是講啦。講乜嘢啊？我係擺牛羊啦。我呀對來哦，係上海長亞寶海落去15度空，我呀對哦，聽清東西啦。哦，原來係安樣的事哦。是講排泄呢，我又唔曉得潮水。日日看我叫。懂好啊。冇啥，日日唔掂啊。將一種腳嘅冇排好，請做啲到六氣風，掃下過來，掃下過去，做唔到啲水掉到潮水啊！潮水哦，冇吹掉啦。莫怪哦，莫怪啊！幾百叫下樓幾天拿足夠哦。叫人家實真好咯。我有辦法冇？是講。我啲咧。唔錯，又唔咩事嘅。也係我用來造謠嘅。造謠？講到造謠，我是一定好哦。鳥寶海，前主嘅一項條路呢，也就唔真耐的好哦。哎呦，人家就講水呀！唔咩本夢出啲嘅上嘅食詞嘅嘿，我咬以後啦。韓哥，人家根本就是沒有童年天書啊！好啦，來去樓主嘅錢都進來啦。去拜托唔了，鳥寶海。鳥寶海，哎呦！
我讲过哪？讲过哪？错啊！行啊，老矮呀，就讲啦。选落迄色的梦哟，怎安袂送啊？呀，主位哦，真嘅唔係天涯神的出的啦。哎呦，我用你讲啦，讲嘅出來哦，天公了。你送拜啊，唔係落去出太熱氣，又熱浪又雷公輕輕哐哐。哎呦，好新鮮哦！哎，就安尼，日日做嘅就落了眼無看哦。哦，嘅日日做嘅真嘅就係老天公送俾人嘅禮物了。錯，真唔係呐，我是想哦，日日做嘅天窗唔係普普通通嘅做嘅，冇天窗哦有神奇嘅力量哦。有夜粒做嘅吼，真見到好福氣呢。上來係乜人啊？係乜人啊？乜人？老雞咧煮嘅表態啦！危險，都危險啦！行啊，老二得體啦！老媽嘅東西得睇啦！早餐，早餐，叫早餐，早餐啊！早餐，哪有早餐啊？就係你上樓給他煮嘅啊！錯噶？係啊，做乜嘅技工做嘅係早餐，就係早餐咯。有看到嗎？冇啲。用人哦，迄個唔係太個按圖愛天數，我真見唔到用個實賬號。要不然，簽到啦！是這樣的。接待組。要不然，真見到什麼啊？我做得同聽聞成人嘅咧，我想去潛雅姨婆，見啲行到哪去嘅？我同細爺呢都見前到呢。細爺呢？我前到雅姨婆咧。細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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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雅姨婆，你有看到細爺呢啦哈？你有沒有要嘅東西呀？來咗呢。